古人不為五斗米折腰，我就要為啖飯腰痛。但我唔想食止痛藥喎。咁就要靠光 MaxCare 光療脈衝復康帶。MaxCare 紅光光療系列，本地大學醫學院研究成果。MaxCare 提供技術支持，採用針對痛症嘅光生物熱感治療法，具有可靠、安全、輔助抑制疼痛嘅能力。光生物熱感治療法由兩種特定醫用波長信號組成，比上一代技術覆蓋更深、更廣，能量密度更高。紅光光療有效降低痛楚達44%。緊貼皮膚，雙波長脈衝聯同肌肉神經電刺激，以光生物熱感治療法 Thermal PBMT 舒緩各種痛症，同時加速新陳代謝，有助消炎之餘，促進受損組織生長。日常勞損、老齡退化、傷患引致嘅痛症發炎，臨床實證技術，不同痛症都有顯著改善。隨時隨地治療痛症，MaxCare 光療脈衝復康帶。